来去讲球，作者林林。暗时9点外，学长因一群人开始练习打击。我甲同学伫边仔看甲手嘛开始拗。学长安排阮排上尾2个去咧拍。我看同学讲起来，敢若真有办。迄个时阵，心肝内搁伫想，等下一定爱讲一句服务人。我着安尼想咧想咧，想到我徛伫打击区啊，还搁咧想。第一粒球捡过来，我煞讲对界外去；第二粒球捡过来，煞互我讲做替滚仔球。等下，这粒球哪会对我面直直飞过来？当我注觉到的时，已经互牵着头，一时间头晕目暗，完全徛袂起来，目镜嘛破甲嘴糊糊。我的鼻仔搁有玻璃皮挂甲流血，我着安尼囍伫草坡，用手甲面掩起来，血顺我的枕头仔旁直直流落来。所有的学长含我的同学，惊甲毋知影要安怎才好。